理法纪解说：怎么叫真空法性如虚空呢？物质的现象是色法的相，心理的现象是心法的相。没有这一切相的时候，是色法、心法的本体，自性就是法性，泯除一切相，这是基本的法宝。至于三藏经典、藏经，这是有相的法宝，是标月纸，里头有无相的法宝，浅相能显性，就是真空法性如虚空。阿弥陀